你可能會覺得呢啲畫熟口熟面，你之前去西九 M+ 或者 Art Basel 睇展覽時應該會見過。香港有位當代藝術家叫周俊輝，佢嘅畫好多都係經典電影畫面，最特別嘅係畫面下面一定會有一行對白嘅字幕，有時仲有可能係中英對照嘅添。周俊輝1980年喺香港出世，喺中文大學藝術系攞到學士同碩士學位。佢嘅成名之路並唔係一帆風順，而係充滿咗一種好濃厚、好貼地嘅草根色彩。佢嘅作品仲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，就係佢唔中意用油畫顏料，而係用喺五金鋪買翻嚟嘅工業瓷漆 enamel paint 嚟畫畫。佢點解唔用傳統油畫顏料？因為佢覺得工業瓷漆更加貼近香港嘅現實生活，有一種貼地平庸但又好真實嘅質感。佢講過，工業瓷漆呢種媒介嘅質感同的士車身同香港呢個都市景觀最夾。佢甚至話用呢種漆料嚟畫畫係為咗逃避傳統藝術嘅框架。周俊輝佢有一段好特別嘅經歷，大約喺2001年，佢仲喺中大讀緊書嗰陣，因為爸爸中風。周俊輝就接手咗佢爸爸嘅的士牌，開始咗兼職揸的士嘅生涯。你可以想象下，佢日頭可能喺中大上緊堂，喺畫室畫緊畫，夜晚就變成紅的司機，喺旺角尖沙咀嘅橫街窄巷穿梭。呢段經歷對佢影響好深。佢之後將平日喺的士入面見到嘅香港都市景觀、街道景象，用相機影低入畫，變做自己嘅畫作。呢個就係佢好出名嘅的士系列。佢形容呢段揸的士嘅經歷係好本土、好草根嘅視覺經驗。佢利用揸車嗰陣影落嘅相同觀察，將啲平凡到不得了嘅街景畫出嚟，例如上海街入面嗰種混雜住廣告牌、冷氣機同舊樓嘅景觀。呢啲作品後來入到畫廊，被人形容為香港圖騰 （Hong Kong Iconography）。佢喺作品入面亦畫過自己架的士，車牌分別係2872同埋 EG8596。大家之後睇佢嘅畫嘅時候，可以嘗試揾唔揾到佢架的士。講完的士，我哋一定要介紹周俊輝最標誌性嘅電影繪畫系列 Painting of Movie Series。2007年，周俊輝佢買咗個的士牌，佢選取咗一啲香港新浪潮電影或者經典國際電影嘅鏡頭，用臨摹嘅方式逐筆逐筆咁複製落畫布度，連埋啲中英對照嘅字幕都畫埋入去。呢啲字幕或者叫電影對白，唔單止係裝飾，仲係周俊輝用嚟探討身份認同嘅利器。因為呢啲電影對白往往承載咗香港人嘅集體回憶，同反映咗佢哋嘅身份焦慮。我舉幾個大家一定聽過嘅例子。佢畫過《無間道》，畫面係劉德華同梁朝偉喺北角大廈天台對峙，字幕寫住我想要回身份。呢句說話喺周俊輝嘅畫筆下，唔單止係電影對白，更加係反映緊香港人對自己身份嘅一種迷惘同追尋。周俊輝指出，由80年代開始，香港電影好流行臥底嘅主題，其實就係反映緊香港人嗰種不清晰嘅身份 （unclear identity）。喺中西文化衝擊交集嘅社會成長同生活，好多時對自己嘅身份認同感到模糊，覺得我哋唔係非黑即白，好多時係兩邊都係，或者兩邊都有啲冇一條清晰嘅界線。佢畫嘅《傾城之戀》入面，周潤發講嗰句我的確不能算一個真正的中國人，或者《新精武門1991》入面周星馳講嘅我們都是炎黃子孫，都係探討緊身份認同呢個問題。另外，周俊輝仲捕捉咗一啲好有趣嘅香港特色。佢留意到80年代香港港產片嘅嗰種神級搞笑嘅翻譯。當年嘅港產片嘅字幕翻譯好求其，好多時係將廣東話字面直譯做英文，結果變成咗一啲完全冇意義嘅廢話，令人啼笑皆非。佢喺作品中保留呢啲字幕，其實係想從文化視覺出發，用幽默嘅手法記錄低呢種特有嘅香港趣味。佢甚至畫過少林足球嗰句金句：做人如果沒有夢想，同鹹魚有咩分別？呢啲作品都封存咗香港人嘅集體回憶。大家唔好以為周俊輝只係識畫電影畫面，其實佢係一個好有研究精神嘅藝術家 （research-based artist）。佢好崇拜古典大師，好似卡拉瓦喬 （Caravaggio） 同維梅爾 （Vermeer）。
佢會研究大師繪畫時點樣利用鏡頭嘅光學原理去構圖，例如佢做過一啲攝影裝置，用幾百張相嘅碎片拼貼成最後晚餐，或者卡拉瓦喬嘅以馬馬斯的晚餐。最得意嘅係佢喺啲拼貼入面會用一啲 G.I. Joe 軍人模型公仔嚟做模特兒，然後將自己嘅樣疊落去公仔塊面度。佢透過呢種做法去探討原創性同埋身份混合嘅問題。當一個亞洲人嘅面孔進入西洋古典名畫，會產生點樣嘅化學反應呢？周俊輝絕對唔係一個只匿喺畫室嘅人。佢曾經喺訪談入面講過一個都幾搞笑嘅故仔，因為有次佢架單車被警察扣留咗，要佢去報案室領返。警察問佢做咩職業時，佢答係藝術家。結果警察喺記錄入面填咗佢係無業。呢種經歷令佢覺得香港藝術家係被隱形化，甚至係被視為無業遊民。所以後來佢決定喺2012年參選立法會，佢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出戰體育、演藝、文化及出版界。佢係想試圖伸張文化權利 （cultural right）。喺競選期間，佢喺旺角街頭寫生，畫出嚟嘅作品叫《選舉前的寫生》，將政治參與同日常觀察結合。雖然最後佢贏唔到選舉，但佢嘅競選行動本身已經係一場藝術實驗。除此之外，佢亦曾經長期擔任火炭藝術村嘅主席，為工業大廈嘅藝術空間爭取地位。時間翻到2024年，佢有個最新個人展覽叫《失憶地圖》（Map of Amnesia）。周俊輝繼續玩佢拿手嘅香港情懷，喺呢個系列入面嘅作品都係取材自佢過去20年喺香港漫遊影低嘅相而畫成嘅。入面捕捉咗好多正在消失或者已經消失嘅地點，例如旺角卡門入面出現過嘅砵蘭街麻雀館、雞同鴨講喺大埔文武廟入面嘅場景，仲有已經結業或者拆遷中嘅蓮香樓、美都餐室、天星碼頭、多層停車場等等。佢特別提到1988年天星碼頭停車場的二膽紅唇，畫中可以見到周潤發同狄龍對峙，背景係當時仲起緊嘅中銀大廈。呢啲細節可以令觀眾產生好強烈嘅共鳴 （resonance）， 勾起大家對嗰個處於黃金年代嘅香港，人人紙醉金迷，係浪漫都市嘅集體回憶。周俊輝獲得過香港藝術中心30週年大獎同 Sovereign 亞洲藝術獎，佢嘅作品被香港藝術館、M+ 博物館等永久收藏。但比起呢啲名銜，更重要嘅係佢嘅作品對香港人嚟講係實實在在嘅一張情感地圖。佢透過揸的士嘅經驗、對電影對白嘅2次詮釋，以及對城市景觀嘅記錄，幫我哋問咗一個最核心嘅問題：喺呢個不斷變遷，甚至係容易失憶、實用主義為上嘅城市入面，我哋究竟係點樣定義自己？佢希望呢啲作品喺未來可以成為一種文化遺物 （cultural artifact），俾以後嘅人知道我哋曾經喺呢度點樣生活過、感動過、痛苦過。聽完今日嘅介紹，如果你下次去到 M+ 或者行過藝術展覽，見到周俊輝嘅繪畫作品，不妨停低睇下認唔認得係畫緊邊套戲，或者係香港嘅咩地方，細味一下嗰一句電影對白，感受一下周俊輝嘅幽默同埋佢背後嘅用心。我叫阿銀，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，歡迎投稿，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。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，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。下集見。